新德地区瓦近各项园区的高风力，最近出现真侪狗虾，而且拢走入去人家厝内面，造成民众困扰。专家讲，这款狗虾叫做琉璃虾，除了会当用药来偷，也会当用10拍糖水掺这3拍的平洗，是上介好的防治方式。社区树仔顶悬爬满狗虾，就连挂在电火条仔边仔的电箱顶面嘛拢是。狗虾的数量看起来实在有够惊人，有的甚至已经爬来到民众厝内。像我们刚刚，那个就会咬人，而且很快，而且咬人很痛。然后住家只要窗户有缝隙的，或是那个采光罩那一种金属方面里面有管子的，只要有缝隙，他们就会钻到里面去。新德市高雄里过去就出现过大量的琉璃狗虾，经过防治有消失一段时间，想袂到这阵啊数量却愈来愈多。专家指出，用汤水掺平洗，让狗虾炸转去狗虾收内底，是上有效果的防治方式。说利用3%的硼酸，再加上10到20% 的糖水，制成饵剂，可以做成琉璃防治用的饵剂。假如说你使用一般的那个杀虫剂，这种强效杀虫剂的气味会使得琉璃四处扩散，造成琉璃的危害更强大。新德市政府准备在19月初参科学园区以及新德县共同来讨论琉璃狗虾防治计划，避免狗虾灾情继续失传。记者杜君豪，新德报道。